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一会儿有江苏师范大学的学生要来采访我。我之前不是发了那个评弹打假声声慢的视频，影响力还是蛮大的。最近有好几个曲艺类的大学都联系了我，说他们对这个真假评弹的鉴别非常感兴趣，因为他们本身就开设了很多曲艺欣赏、曲艺学习的课程。之前他们就教什么苏州评弹声声慢，现在这些课程都停掉了。还有很多粉丝问我，那蝶恋花这个算不算是假评弹？这个当然是真的苏州评弹，标准的苏州评弹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前辈拿我们评弹的流派、评弹的调调去谱唱的诗词，所以在评弹学校的教材中，蝶恋花这首也被评为创作型开篇，它是归为评弹开篇。这个和你直接拿苏州话套到流行歌声声慢是完全两个概念。采访的人马上去到了，我去开门。老师好，看看这些专业的设备，专业摄影师吧，专业的。现在开始接受美女的采访。这个灯真的是好亮啊！你们设备真的够专业的。你们到时候帮我把脸上痘痘 P 掉。那肯定。美女，我问一下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播音主持专业。那你怎么会想到毕业这个作品来拍这个苏州评弹啊？因为第一点，首先我是苏州人嘛。那我问你一下，你现在觉得最有名的苏州评弹的唱段是哪一段？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里面的吗？是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任何剧种都有的。你说的这个太笼统，我说的是哪一个作品标题，就你脑袋里反应过来的。声声慢。声声慢不是。对，你说的很好。那么你脑海里的评弹是哪一曲呢？美女，我来给你科普一下，以后人家问你评弹，你就说杜十娘就可以了。窈窕风流杜十娘，这个是最标准的苏州评弹，好吧？回去听一下啊，拜拜啊，再见，朋友们啊。所以对各地非遗的这个普及力度啊，还是要加大。一个大四的小姑娘也算高学历吧，而且毕业作品也是围绕着这个苏州评弹，但是竟然很难说出一个苏州评弹的正式的作品，弘扬民族文化，年轻人责无旁贷。继续努力。